民众党甲国民党的立委是质疑讲，行政院主计处统计，咱国内欠工的人数有24万人次，也毋过劳动部的调查说只欠6万6千人。劳动部是解释讲可能是欠工的定义无同，因讲劳动部是以连续6个月拢请无人，才算是欠工。 少子化、高龄化拢是台湾欠工的问题。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的统计，台湾目前欠工的数量是24万人。不过，同一个期地，劳动部欠工的人数干了6.6万人。两份报告就差要3倍，就国民党、民众党立委认为劳动部有美化数字的嫌疑。那我请问你，如果媒体今天要报道说台湾的缺工人数是多少？是24万还是6.6万？这个数字差很大。 是，就是说差了3倍、3、4倍左右。那我们都会担心说，劳动部有没有在美化这个数字了？对此，劳动部是回应表示，因为主计处统计是暂时的工课欠，只要随欠人就纳入统计。不过，劳动部是以长时间来做统计，是要连续6个月请无人才算欠工，较合欠工的定义。组长的统计方式跟我们不一样，他询问的问题，他是问说你现在缺。 什么？你现在是否有？那劳动部缺人？嘿，那么我们问的是说，你过去6个月真的都找不到人，就是这个2个问题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组总的问法。 它一定会呈现比较，这样就变成1国2制啊。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目前欠工上严重的行业，第1名是服务业，占5.3%；第2是工业部门，占4.6%。为着要解决欠工问题，劳动部长郝培山表示，政府未以直接开放移工来解决欠工的问题，劳动部会继续来推动中高龄妇女就业，来解决台湾欠工的问题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